后来近段消息来看，国民党伫台北市松山信义区立委的初选，是现任的立委费鸿泰甲台北市议员徐卡心咧对阵。徐卡心话讲要来辩论，费鸿泰拒绝，讲中央有人甲建议卖办辩论，结果互徐卡心甲口舌讲，这费鸿泰可能唔知应该讲啥。徐卡心讲，既然费鸿泰无愿意来辩论，那呢，伊就甲你办一场一个人的辩论会。另外，南港内湖这边，民进党无要初选，是要直接来提名到现任的立委高嘉瑜。高嘉瑜所面临的是基进党吴兴代的挑战。若讲到民进党的初选，有15个选区，党内超过1个人登记。初选的协调到今仔日为止，17号开始要来展开到民调的作业。加油哦！好，我会加油，好，拜托。一个拜托，台北市议员徐卡心透早为里民上车，嘛伫宣传，讲16开始的电话民意调查，对手立委费鸿泰嘛伫附近伫扫街拜票。现在祝福大家健康快乐，上班愉快。当这个徐卡心伫这边，甲民众咧博感情的是费鸿泰的助理嘛，调工徛较远咧。若是有接到电话，加拜托，唯一支持费鸿泰。这样就没有绕跑的问题。一边一人做一半，一人做一半哦，可以做一半也很好啊。对啊。讲过去两人一人做一半，这两个人建会唔让支持者真为难，国民党中央嘛真歹处理，因为徐卡心甲费鸿泰提出辩论的间贴，也过费鸿泰拒绝，理由是党中央建议卖办。到今天目前为止都没有任何一个来自党中央的人告诉我说不能办辩论哦，但我也尊重费鸿泰委员，或许他觉得在这个辩论上面他觉得自己呢可能会有一些不知道该讲什么，所以呢也跟各位宣布既然费委员他不接受我的战帖办辩论，那我会自己自办一个，那向全民来说明我的参政理念。但其实早上你们不在的时候，你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还是可以一起送车的，所以我们的感情没有大家说的这么差。毋是大家伫讲的王不见王，有提出中国月去食饭的相片，走地方行程，嘛是两人同时出现。有关民进党部分，过今仔日就无要过协调啊。若是讲无人要让，打算伫4月17到5月初会开始做民意调查。港务会部分无初选，打算直接提名立委高嘉瑜，甲那样初选比较起来，高嘉瑜甲基进党吴兴代两位女性的战会初选后才要开始。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